前年玉龙集团的总裁啊，非常有钱的人，不到60岁，因为食道癌归空了，过世了。没多久呢，灵魂被济公活佛带到佛堂结善缘，劝世人有钱人了哈，或者是身份高贵的人，一定要求一贯道三宝心法，超脱生死轮回之苦啊！你看连凯泰，没有求道，没有得三宝心法，死后魂不能归天的，很痛苦啊！因为要受生死轮回的痛苦，劝世人要得明师一指点。他非常有钱，但是都没命，功德存折也没有存款，天上的功德银行一片空白，魂归何处啊？他太铁齿了，不相信一贯道了三宝心法了，不接受明师一指点了。也许劝了他也不相信呢。有钱人呢，一般人也不容易接触到他啊。没有得道啊，没有得三宝心法，有钱人买不了真道了，所以他来佛堂正道啊。说济公活佛带领他的魂，魂魄生前呢是缺少修炼功夫，魂魄无法凝聚，就回不了家了。中阴身哦，魂魄太虚弱哦，下次连线了哦。深夜呢11点20再来了。累世的帝王之家，却在今生未能受记。小小的肿瘤食道癌，取走我的命啊！儿子才4岁，喜事但未能如愿了。书信希望劝世人哦，要得受一指超性理，劝世人要得明师一指点啊！这明师一指点是三教五教圣人的性理真传性理心法，超越现象界、七术界，真正解脱，进入无极里天灵性永恒的家乡，即是佛法所主张的空性。真空妙有的最高境界，能回家多好啊！帝王之家又如何？只在轮回受。人生最可怕的就是无止境的生死轮回啊！奉劝莫要当一般朝圣或是弘庙拜拜，莫要当拜拜了，得受信奉明师一指，十字架中见如来，十字架中常真人。末法了，末世了，别只想福啊！我们都是有社会责任，要拯救灵性。这灵性不是一般的信仰，一定要信哦。基督教耶稣说：“信我得永生。”所以他这里是一定要信我得永生。我即是灵性的真人，记得要受记，要获得明师一指点，要获得明师一指点呢。